體發起遊行，要求政府增建公屋。行政長官崔世安話：明白遊行人士嘅訴求，會向呢方面努力。又話收返閒置土地一定會先用作興建公屋。行政長官崔世安話：明白居民嘅住屋需求，喺將來經屋法嘅修法當中，會考慮修改排序方式以及家團分類嘅意見。除咗喺新城 A 區預留土地興建約28000個公屋單位之外，如果閒置土地嘅司法訴訟勝訴，成功收返土地，會優先興建公屋。對於有遊行人士希望政府興建更多公屋單位，崔世安話唔會開空頭支票，但會努力去做。要我作為行政長官今日答應你，如果有問題出現嘅時候，我亦都冇可能喺呢度作一個空嘅承諾。但係我哋係努力喺呢個方向裡面去做，包括咗我競選第4任行政長官嘅時候已經明確咗 A 區，同埋亦都咧係一路尋找緊土地。喺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出咗我哋嘅同事喺前2天亦都總合咗個數字嘅。崔世安又話會盡快分析4萬幾個公屋申請者嘅實際需求，又回應咗對於有遊行人士擔心2013年經屋申請係咪佢任內最後一次，係咪真係會係最後一次咧？我自己覺得就